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師古井，歡迎嚟到今日嘅井仔點睇。今日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講兩個話題嘅。第一個話題咧就關於阿毛啦。阿毛咧卒之就贏咗官司啦。講緊咧佢嘅前僱主武館呢一間公司咧，需要賠俾阿毛咧就600幾萬嘅。嗱好啦，之前咧就同大家講過咧，咁其實間公司一早就走晒佬啦，潛晒水啦。你唔好話600幾萬，600幾蚊你都攞唔到啊！好啦，但係就係話啦，點解阿毛仍然去做呢一樣嘢咧？因為依家咧，你唔單止係話我攞唔到賠償啊，你連自己明明一個贏硬嘅官司，其實你係應該要攞到訟費噶嘛，連訟費都冇埋喎，律師費都要自己攞出嚟喎。但係啦，點解要做呢一樣嘢先係嘛？你話喂我淨係為啖氣，你會唔見五六十萬噶喎？咁同埋啦，有五六十萬喺依家，仲要係講緊咧，阿毛嘅爸爸都走嘅情況之下，每一分每一毫都係作為將來嘅醫療費用。咁點解要攞五六十萬出嚟掉落海咧？因為原來就係話啦，有機會咧，到最後咧，阿毛嗰600幾萬咧係由政府去負責嘅喎。究竟點解咧？乜嘢法例啊？乜嘢規矩而導致可以咁樣嘅咧？同大家去慢慢講啦。雖然咧睇落去係好似冇乜用，但係其實咧後面係再為一個更加遙遠嘅未來去鋪路嘅。仲有第二個話題啦，去同大家講下余慕蓮啦。最近咧又有關於佢嘅新聞，安德尊咧就都拎咗少少錢出嚟咧，就去幫助余慕蓮咧，喺老人院入面嘅生活。同埋咧，余慕蓮咧佢自己都講咗啦，即係咧，唔盼望咩身體健康啊，淨係盼望咧喺睡夢當中走，即係最重要咧係冇乜痛楚嘅情況之下咧，能夠走到就已經係最好嘅福氣啦。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大家記得留言、訂閱、讚好，將我嘅影片分享出去，或者掃描隔離二維碼，每個月用10蚊支持一下我井仔，同埋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。我哋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啦。阿毛咧就喺話都差唔多4年前啦。2022年嘅7月咧，喺男團 MIRROR 紅館演唱會嘅表演當中咧，遭到跌落嚟嘅芒擊中，脊椎咧就嚴重受傷嘅。佢咧就向當其時嘅僱主武館去作工傷賠償啦。法庭咧一早已經裁定咗，就係話啦，武館就需要咧去作賠償嘅。阿毛咧早前就曾經係就住評定金額嘅聆訊咧就作視像作供，並且表示咧佢現在嘅生活咧就需要人照顧嘅。又透露啦，佢做跳舞員嘅時候咧月薪就63000蚊。最後個官咧就住嗰個工傷索償金額咧就下咗裁決啦。裁定咧阿毛就可以獲得629萬嘅。嗱好啦，究竟令到呢一個武館俾錢嘅機會得唔得咧？絕對唔得啦，可能性近乎零啊。因為咧喺現實世界嘅法律同埋商業世界當中咧，法庭判你勝訴，判對方要賠錢，同對方有冇錢賠咧，完全係兩回事嚟嘅。武館喺現實當中幾乎係冇可能攞嗰600幾萬出嚟嘅。第一就係話啦，公司已經係玩失蹤，法官喺判詞入面咧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。武館咧整個嘅訴訟咧過程係一直缺席，從來未應訊，甚至乎係講緊咧法庭寄文件俾佢咧，佢哋是但叫個阿姐咧就褪翻啲法庭文件咧，我哋唔收噶啦咁樣，擺到明咧就係逃避責任嘅。一間咧連官司都直接放棄，老牌負責人又或者股東已經係人間蒸發嘅公司咧，仲期望佢主動去開支票咧，就簡直係天方夜譚嘅。同埋啦，佢哋係有限公司作為保護傘啊。嗱，喺法律上邊咧，公司嘅債務咧就係由公司嘅資產承擔，同股東董事佢哋嘅個人資產咧就係分開嘅。如果呢一間公司現時嘅銀行戶口已經所剩無幾，又或者咧係一間空殼公司，哪怕法庭話判6000萬都好咧，都冇辦法㗎，係嘛？你話判6億都得嘅，反正阿毛咧係冇辦法直接咧係去抄嗰啲股東佢哋嘅私人身家嘅。同埋咧，其實600幾萬算得上係啲乜啊？600幾萬其實都唔夠阿毛可能用2-3個月嘅，因為咧阿毛咧佢當其時嗰個醫療咧係講緊唔知一日就已經使咩2-3萬啊，跟住有陣時咧要去做手術嘅時候咧就唔止㗎啦，有陣時啲有錢人閒閒地做一個手術都100萬一個啦。阿毛嗰啲佢唔係話有錢人，但係佢要做嘅手術嗰個維度難度係更加高、更加貴嘅，咁所以咧600幾萬咧。真係唔夠阿毛咧，未必使2-3個月就已經完㗎啦。
嗱，咁同埋啦，再繼續講下個武館嚇，點解就算你話清佢盤都冇用啦？因為咧，佢呢一間咧就係跳舞公司嚇，佢唔係話地產公司啊，喺元朗有塊地可以俾你去抄家，唔係啊。實際上呢啲武館咧，佢啊，即係佢連嗰啲咩排舞室嗰啲，你估佢買咗落嚟做資產咩？最多咪租係嘛？甚至乎啦，佢隨時係欠人租之下就已經係走佬添啦。所以咧，根本呢一間公司咧一早就資不抵債啦，甚至乎好似我之前所講咧。佢隨時就係話啦，喂，反正都知道咩啦，唉，同銀行借爆先啦，跟住諗辦法咧，合法地將啲錢咧就中飽私囊，跟住咧，阿毛你咪再嚟 cam 我咯，嗱，我呢度仲差銀行廿幾30萬債務，你中意咪攞去咯，即係完全係擺住呢一種咧，譬如話知你嘅心態啊。嗱好啦，咁既然咧都已經完全分析咗，阿毛真係冇可能喺呢一間公司身上攞錢，但係做呢一樣嘢嚟為乜咧？係嘛？咁你慳翻50-60萬嘅律師費，都總好過就係話啦，點解仲要俾錢律師啊？係嘛？嗱，首先咧，嗱呢度咧唔係標題黨啊，我話政府會孭呢一條數，因為咧喺香港，如果僱主係沒有購買勞工保障，又或者咧僱主破產失蹤冇能力去支付法庭所判決嘅工傷賠償嘅話咧，政府係有個法定機構，咁啊叫做咧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嘅，咁現實嘅操作就係話啦。阿毛嘅法律團隊咧，就固然繼續向嗰間空殼公司啊發出追討啦，跟住咧搞完一大輪嘅程序啦，證實嗰間嘅公司係冇辦法支付，又或者咧清盤之後係冇資產嘅話咧，咁阿毛就可以去向呢一個嘅基金去申請咧，就去墊資呢一筆高達629萬法定期限內嘅賠償啊！咁而且就係話啦，行呢一條路嘅機會咧係非常之高，因為咧只要走完程序，能夠證實前僱主冇能力支付嘅話，咁呢一個基金會咧就會介入嘅，咁啊呢一筆錢咧係由全香港所有購買勞保僱主徵收徵費累積而成，咁啊入面咧係一定咧有足夠嘅財力嘅。嗱，咁另外仲有啦，阿毛嘅民事之旅咧，其實就仲未完嘅，真正嘅大頭喺後面啊，因為600幾萬咧，真係唔係使得幾耐嘅咋，呢600幾萬咧，只係工傷賠償嚟嘅啫，而事實上嘅情況就係話啦，阿毛咧其實喺舊年啊，2025年嘅7月咧，已經係正式入稟高等法院，咁啊去向包括演唱會主辦方嘅咩大國文化嗰啲啊工程承辦方啊、藝林啊、屏幕供應商等等12個單位咧，去提出民事疏忽索償嘅，咁同埋啦，上得高院嗰啲咧，即係表示你索償嘅金額咧係可以多過100萬。如果你係區域法院嗰啲嘅話咧，上限係有嘅，淨係100萬嘅啫。嗱，咁武館係作為一個前僱主啦，但係阿毛之後再去告嗰12個單位。咁啊有啲咧背後係直情有李澤楷嘅電訊盈科支持嘅，咁呢啲咧就真真正正係個金庫金礦啊！嗱，咁同埋啦，呢一個武館咧係叫做小試水溫嘅咋，即係小試牛刀嘅咋。但係啦，奠定咗一個重要嘅勝訴基礎，同埋法庭對於阿毛個傷勢100%永久傷殘嘅認定咧，去令到阿毛喺高等法院去向嗰12個單位去索取更加巨額，即係可能幾千萬嘅民事賠償嘅時候咧，勝算同埋籌碼係大大增加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武館咧，只不過係一個前序嚟嘅啫，只不過係一個鋪路嚟嘅啫。知道佢走佬，知道佢成嘅，但係咧就要攞呢一間公司成功咗啦，跟住就更加方便咧，就再去問後面嗰12間真係有錢有資產。你冇得就係話啦，能夠即時走佬嘅公司咧，就真係問佢哋去進行翻一個索償啊！即係好似咧你股市行軍打仗咁樣咧，你唔會就係話啦，我有1萬個士兵，跟住然後咧就分10條路，咁啊一次過去打10個地方嘅。首先就係話啦，你要由最弱嘅地方打起，打贏咗一個地方之後咧，佔咗佢嘅城池，跟住咧再攞佢嘅城池啊，攞走入面嘅武器嚇，佔據埋入面嘅人去成為自己嘅優勢，令到自己咧有糧食、有武器、更加多人手幫手去打仗。跟住就係話啦，贏到一個城之後咧，然之後咧就再向其他城咧就再去告嘅。咁雖然就係話啦，你去告第一個地方嘅時候，你冇實際上攞到錢，但係其實咧佢哋依家係要攞一啲咧，即係對將來官司有利嘅嘢，而令到佢將來可以去同其他公司攞更加多錢。咁所以咧，告武館呢一個咧，其實係小試牛刀。咁同埋就係話啦，又唔算係話冇錢嘅，武館唔賠咪政府賠咯，政府嘅援助基金會俾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佢冇蝕嘅，佢最多就係話啦，
賠唔足啊，訟費嗰度就冇得 claim。咁但係咧，大頭嗰份600萬咧，始終都係會有人埋單嘅。咁啊埋完單之後咧，又可以繼續咧就再去告其他公司啊。嗱，咁所以咧，對於阿毛嚟講咧，其實佢呢世人除咗就係話啦，不斷去接受治療康復之外咧，其實真係有機會咧，阿毛可能去到佢康復啊，當然希望佢盡早康復啦。去到佢康復之後咧，啲法律嘢都仲未完都未頂嘅，因為咧始終就係話啦。你呢啲咁嘅法律嘢，你淨係告個武館啊，你都搞咁耐啦，仲要係講緊嗰間公司完全唔去推卸責任，因為佢根本直情走咗佬嚇，俾你任砌啦，你都要搞成可能2、3年先至搞到。去到嗰啲真係有田有地有資產，可以俾你有機會撳住拎幾千萬嗰啲公司咧，佢咧即係寧願就係話啦，去攞啲錢咧請一個好啲嘅律師，唔係話唔賠俾你啊，不過要去證明咧責任唔喺我度啊，係嘛？咁啊，因為畢竟12間公司啊嘛，咁個個都會希望就係話啦，喂，其餘嗰11間賠咪得咯，證實我冇責任咪得咯，咁所以咧一定就係話啦，寧願攞100-200萬去請啲律師咧去推卸責任咯，就唔會去話咧攞個100-200萬去賠俾你。因為你諗下，淨係一間咁兜踎嘅武館都話要賠600幾萬啦。你話其他真係有田有地嗰啲，再加埋啦，阿毛佢用幾多嗰啲醫療費有晒單有晒證據嘅話咧，要賠咧係賠得誇張地多嘅。你一般人咧，即係例如話啦，以前好耐之前咧，有啲咩政府嘅康文署救生員，跟住咧唔知因為咩意外工作期間死咗都好咧，好難聽嘅。通常一條人命最多啊，就算係政府孭晒全責都好。都係講緊賠1000萬左右嘅啫。咁當然，如果你身份係越係高嘅話咧，個賠償係越高嘅。即係例如話，如果係一啲消防總隊長殉職嘅話咧，賠償係多過1000萬嘅。咁但係咧，阿毛咧佢嗰個賠償一定係更加貴咯。因為咧，阿毛你話1000萬俾佢使1年啊，使晒啦。佢真係全球嗰啲最高最頂級嘅醫療擺喺佢身上嘅喎。咁所以咧，其他啲公司咧，佢哋真係寧願就係話啦，攞啲錢咁啊，去喺法律上邊咧就去進行翻一個咧推卸責任啊。畢竟就係話啦。今次咧，佢哋可以講牽涉嘅人同埋事好多啦，甚至乎有啲咧，將個責任咪推俾政府咯，推俾康文署咯，唔關我事㗎，係康文署咧，我做啲嘢衰又點啊？我做啲嘢衰，康文署係應該唔俾我過㗎嘛，佢俾我過，咁個責任係咪喺我度先？嗱，咁呢啲嘢咧，到期時有排去拗嘅，即係唔好理啦，係唔好講咩事實對與錯啦，最重要咧賠償責任不在我嚇，咁啊 OK 㗎啦，因為咧去到呢啲真係叫你賠千幾萬嘅時候咧，你唔好講話賠千幾萬啦，你淨係睇下雲福苑啦，你淨係睇下雲福苑個聽證會，你都見到究竟有幾多醜陋嘅嘴臉啦，係嘛？有啲人根本啊，佢哋都知道監一定唔會輪到佢哋坐嘅，錢亦都唔會輪到佢哋賠嘅，淨係出嚟道個歉啊，叫做咧去承受一下譴責上面嘅責任。你睇下，真係燒到埋身嘅時候啊，連呢啲都唔使抄佢家嘅人啊，都喺度話唔關我事，唔關我事，應該係消防責任啊，應該係房署責任，應該係邊個責任咁樣。喂，甚至乎逼嬌嗰啲去到依家啊，你都唔見佢有啲咩講啦。咁所以咧，真係去到燒到上身嘅時候咧，冇咁多仁義道德㗎啦。到期時錢係準備咗啦，有本事同我律師攞啦。所以阿毛呢條路咧，其實係行得咧好遠好遠好遠，好難行嘅。同埋最慘嘅係乜嘢咧？佢爸爸走咗啊，雖然就係話啦，佢有阿哥會去接手，咁但係啦，你咪諗下咯，阿毛阿哥最多咪同佢差唔多年齡，咪又係一個即係可能30到40左右嘅一個人。嗱，冇錯，30到40已經係一個完全成年人嚟㗎啦。咁但係咧，呢種成年咧，同你真係要去對付，特別係嚟自上流社會，牽涉到幾千萬資金嘅嗰啲爾虞我詐法律背後嘅嘢咧，老實講，我覺得30-40歲都仲未係一個成熟能夠處理到嘅年齡咯。通常係要真係好似阿毛爸爸嗰種60-70歲啦，已經退休啦，已經係做過一間公司嘅高層啦，跟住咧見證過好多唔同嘢嘅人咧，先至有能力識得去玩，同埋冇咁易咧去中到一啲陷阱啊。咁但係依家咧，阿毛爸爸走咗嘅話咧，我真係懷疑咧，就算依家咁樣講埋提晒水都好咧，可能阿哥咧都有機會中招，都有機會瀨嘢。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啦，
點解當其時阿毛爸爸係拒絕接受李澤楷嗰啲咩1000萬支票啊嗰啲？你諗下啦，我唔係話人貪唔貪錢啊，而係阿毛嘅狀況咧，佢就算唔貪都好，佢真係好需要錢噶嘛。咁但係啦，點解佢老豆會去拒絕嗰張支票啊？係咪真係話唔使我哋夠用啦？一定唔係啊。咁好明顯就係話啦，背後係有更加大嘅深謀遠慮啦。喺嗰陣時，阿毛個爸爸佢會識得去拒絕呢一張支票。咁但係將來咧，依家轉咗接手人喎。如果再有其他人以其他身份名義去同阿毛個阿哥講就話啦，喂為你細佬好啊，呢度有張支票喎，不如你簽咗去啦，為你好喎咁樣。咁你點知簽咗之後係咪就係等於完全放棄將來阿毛就再去追討嗰12間公司？又或者咧，你淨係可以追究咧，其餘6間已經冇乜錢嘅公司咧，係嘛？入面好多假滑嘢好多蠱惑嘢，係突然之間咧個阿哥接手，你都未嚟得切去交接就已經乜嘢啦，係嘛？因為咧阿毛個爸爸係走得好急噶嘛，咁所以咧有啲嘢其實係佢喺心入面，佢喺呢度，佢根本都未嚟得切去同阿哥去同下一任接手去講就走咗啦。咁跟住咧係一個自己盲舂舂咁，但係咧又要去孭住成個責任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阿毛嘅嗰個追討之路咧係越嚟越唔着數嘅。即係當然幫阿毛嘅律師咧，應該都會盡可能就係話啦，去話俾佢聽，我哋以前生前係點樣講㗎？你有啲咩要注意？因為畢竟咧，佢哋都唔想冇咗阿毛呢一個大客噶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啦，律師應該都會和盤托出嘅。畢竟就係話啦，你要繼續用我哋，咁我哋去幫你打官司，咁先有錢收場做長友啊嘛。咁但係始終有啲咧，阿毛爸爸心入面嘅算盤咧，原本佢真係可能諗住一個人孭晒上身嘅，唔諗住就係話叫其他仔幫手嘅時候咧，總會係有啲資訊，又或者係內心嘅規劃咧，係會遺失咗嘅。因為咧，你去揾律師。真係唔代表話我內心有啲咩算盤啊，我將來點樣去為個仔打算，你都會全部去同律師講。特別係佢哋呢啲真係都做過 CEO 嘅高層人物，佢哋係講緊同律師又會有一套啦，自己心入面咧都會有一套嘅。即係好似咧之前佢阿毛爸爸走咗啦，但係我哋都曾經係批評過就係話啦，佢嗰封代禱信不斷咧就去即係好似逼阿李澤楷繼續去俾錢啊，跟住咧一冇錢嘅時候咧又喺度講咁樣嗱。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招式招數嚟㗎嘛。咁但係啦，阿毛哥哥本身又唔會係話啲咩大公司高層，40幾歲都唔會高得去邊啦。所以嚟緊咧，阿毛嗰邊咧就注定應該係比較蝕灼㗎啦。同埋就係話啦，呢一件事咁大單咧，你除咗就係話有直系親屬真係要去幫手，因為佢係你細佬或者佢係你個仔，你唔幫呢一個世界冇人幫。咁跟住咧都唔好期望就係話啦，呢一件事會有啲咩社會知名人士嘅義務去出嚟幫你，唔會啊，因為咧背後牽涉到嘅大 party 實在太多啦，太多輩份人士喺後面啦，太多既得利益者啦，唔會話好似嗰啲有啲好行俠仗義嘅社會人士咧，就出嚟去教路幫手，唔會啊！即係如果你話個街上邊有個乞兒，佢個身世好慘，就可能會有呢啲人去幫手，因為你單純去幫助一個乞丐，你唔會損害到任何權貴嘅利益，亦都唔會話背後間接與其他人為敵你反而就係話啦，可能出少少錢幫一個乞丐，跟住咧自己內心又舒服啦，然之後又會有媒體去讚好你，你又唔會得罪人嘅。咁但係啦，當你去幫嘅嗰個人，佢係有機會令到你得失其他人嘅話，甚至乎會有好多潛在嘅攻擊人士嘅話咧，咁呢一件事就唔好期望會有啲人去插手幫你啦。嗱好啦，咁去講下一個話題啦。咁關於余慕蓮嘅，咁88歲嘅資深演員余慕蓮咧，近年咧就先患咗耳石症啦、血液炎啦，咁仲有肺纖維化等等嘅病徵，咁身體狀況咧就轉差嘅。咁佢嘅健康狀況咧一直係備受外界關注。咁早前咧因為照顧佢多年嘅印傭姐姐咧，咁要回鄉嫁女啊，咁向來獨居嘅余慕蓮咧，突然之間就頓失依靠啦。咁好彩咧，有大王安德尊咧就仗義幫忙打點，並且咧豪包所有費用，去等余慕蓮咧就暫住老人院1個月嘅。
嗱，咁啊，余慕蓮咧近年嘅身體狀況咧就令人擔憂。佢曾經咧喺2024年底咁啊喺醫院覆診嘅時候咧，咁啊感染咗肺炎，咁啊病情反覆嘅。佢咧更加就係話啦，悲觀地咧就向好朋友去吐露心聲，就話咧自己其實咧就未必能夠過到2024年嘅。咁啊，就算啦，即係俾病魔不斷折磨啦，出入咧都需要去用拐杖又或者輪椅代步咧。余慕蓮喺朋友面前咧都係會保持笑容嘅。咁其實咧，余慕蓮近年咧就經歷咗多次生死關頭嘅。咁啊，早前咧重病復發嘅時候咧，服食標靶藥成效都唔大嘅。咁啊，唯有咧就轉為每個月花費過萬咧，就去服食特效藥。咁佢曾經透露咧，覆診嘅時候咧係因為嚴重嘔吐咧，被醫生禁止出院。咁啊話啦，嘔到咩咁？咁啊，余慕蓮當其時係覺得自己都唔掂啦。咁同埋咧，面對住自己逐漸衰退嘅身體機能咧，余慕蓮都話啦，做好心理準備嘅。咁啊，對於咧生同死嘅表現咧就十分之豁達。咁佢就話啦，以為死緊啦，咁啊點知死唔去喎？咁啊又俾我玩多幾年啦，咁啊瞓醒咪賺一日咯，每個人都要死嘅，咁啊淨係希望咧能夠死得舒服啲，咁啊唔好話咧瞓到又爛屁股啊，又爛身啊咁樣啊，最好咧瞓醒嘅時候咧就已經唔喺度啦。咁啊余慕蓮就坦言咧，不求風光大葬，咁啊只希望觀眾咧就能夠一直記得佢嘅。咁啊，余慕蓮咧，佢依家間唔中咧，即係喺老人院咧，就會去同啲老人家，即係其他嗰啲人咧，去打衞生麻雀。咁啊，講緊咧，即係1蚊1局嗰啲啦，即係絕對咧，就純粹係叫做象徵式啊，贏咗你收1蚊嘅嗰一種嘅啫。咁我都相信咧，其實余慕蓮咧，應該都會俾好多人係能夠記得住佢嘅，因為咧，余慕蓮佢一來啦，終身未婚，無兒無女，但係佢係願意就係話啦，一生咧係無私奉獻俾社會嘅。佢點解會過到物質生活好似咁兜踎？係因為佢將所有錢捐晒出去，佢係咧將當年嘅退休金全數去捐出，跟住咧喺貴州嗰度咧就起咗個余慕蓮希望小學嘅。咁跟住啦，喺24年8月，咁啊余慕蓮更加喺好朋友米雪同埋安德尊嘅協助之下咧，正式係完成咗捐贈財產嘅心願。咁啊決定咧喺百年歸老之後咧，咁啊將自己所居住嘅旺角物業咧捐俾東華三院，咁啊將賣樓嘅錢咧全數用作慈善，咁啊個愛心咧係令到唔少人讚賞嘅。即係有陣時人與人之間咧差別係好大嘅，即係有啲人咧為咗錢可以老屈啦，可以唱衰啦，可以抹黑啦，但係同時亦都有啲人咧係明明自己都唔係咁夠使嘅，或者係叫做咧捐咗出去之後咧，自己就會變得極度掹掹緊嘅，但係咧都願意就係話啦去捐出去啊。咁啊，只能夠講咧，人與人嘅差距咧，係真係大到無倫嘅。同埋我相信咧，余慕蓮嘅呢一種即係無私嘅捐贈咧，其實喺整個娛樂圈啦，都唔好講話香港啊、內地啊，以至到亞太地區啊，其實就算你數勻全世界都好咧，都好少嘅。即係因為通常有好多人都係咧，就算無兒無女、終身未婚都好，咁自己有錢啊，咁自己咪開開心心退休咯，就唔會話咧係真係將自己用嚟退休，用嚟去安老用嚟去慰勞自己已經辛苦咗大半世人嘅錢咧，真係可以完全無私捐晒出去。即係有啲人都會捐嘅，但係捐嘅前提之下都要去計就話啦，我剩低呢一嚿錢咧，我夠養老嘅，咁多咗出嚟嗰啲咧，咁啊直情係捐晒佢啦，咁啊費事益銀行啊嘛。但係余慕蓮唔係啊，余慕蓮係講緊捐晒佢之後咧就食杯麵噶啦，都唔緊要，咁啊捐晒佢咁樣。同埋咧，其他人係講緊捐好多錢，跟住去起間希望小學嗰啲咧，係為咗就係話啦，可能去減稅啦。有啲人係為咗咧同內地當局政府打好關係，再方便喺當地做生意，跟住嗰啲文件咧就路路平安咁樣。即係有好多人喺內地咧，有冇做慈善啊？有冇跌幾千萬啊？有，咁但係咧，全部都係有計算嘅。即係例如話啦，可能以前內地有水災咁樣，有啲藝人一定跌錢嘅，但係啦，佢跌係為咗要去出名，或者係叫做咧，喂，咁你仲想喺內地揾食？咁依家水災天災人禍，咁你咪要捐錢咯。即係佢哋會覺得呢一個係等價交換咯，係用善款去換其他嘢翻嚟咯。但係余慕蓮嗰啲咧，你係見唔
到佢有換過任何嘢翻嚟嘅，甚至乎就係話啦，我相信佢喺宗教觀念上邊咧都唔會有呢啲嘅觀念，即係有啲人係會覺得就係話啦，我依家俾咗好多嘅香火錢啦，我依家俾咗一啲錢去進行儀式啦，咁其實係咪應該要保佑我有好運，又或者咧保佑我身體健康咧？嗱，呢個我唔評論啦，一定係有人會抱住呢啲心態，甚至乎抱住呢啲心態嘅係絕大多數人嘅心態，即係會覺得我破財擋災啦，咁我唔求物質嗰一方面啦，你喺我其他地方嗰度咧就對我更加好啦。但係余慕蓮係講緊，你睇翻佢咁耐以嚟嘅訪談，佢做咁多善事，即係如果以比例嚟講咧，佢係極度誇張噶嘛。咁但係咧，哪怕就係話啦，喺精神上邊啦，喺宗教上邊啦，你都冇見到就係話啦，佢乞求係多一點嘅支援支持對自己好嘅。聖經入面咧有個故事就係講咧，有個婦人啊，咁啊將佢自己僅有嘅2蚊咧都捐咗俾個教會啊，跟住然後有個好有錢嘅有錢人咧，佢願意去捐自己唔知一半財產啊，定係點樣啊？明明就係話啦，個有錢人捐嘅財產肯定係多過嗰個捐2蚊嘅女人啊，捐得多好多倍啦。咁但係咧係只得嗰個女人咧先至係有行入去天堂之門嘅資格，因為咧嗰個女人捐嘅錢雖然係少，咁但係咧佢捐嘅嗰2蚊就係佢嘅全部咯。所以咧有陣時捐款咧當然金額係重要嘅，不過咧佔人生嗰個財產比例咧，其實同樣都係要睇。咁啊，余慕蓮嗰啲就係講緊咧，真係將自己99%甚至乎係100%嘅錢財咧，就差唔多係捐晒出去㗎啦。所以呢啲人咧係絕對值得尊敬尊重嘅。嗱，好啦，咁啊今集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啊！咁啊唔知點解咧呢排咧冇乜點樣咳，咁但係咧把聲咧就好似有啲變形，有啲沙聲咁樣啊！唉，都唔知咩事啊！唉，好啦，聽日見，唔係聽日見，下集見，拜拜。